届台南树泥塑胶工业展，伫市长黄伟綽含济树泥塑胶工会见证之下正式开幕。台南树泥塑胶产业产值高达600亿，为着让大家更了解该产业，特别跟经济日报合作来举办这场展览。在台南有大概1600多家，事实上在塑橡胶的产业聚落是已经形成的。但以往的部分都是在台北举办，但在聚落化的这一块，确实是有一些距离啦哈。所以为了让帮助让在地产业，让特别底下办这个店。尤其这不仅是 B to B， 不仅是看门道，也是看热闹，也是许许多多的朋友因为了解，进而愿意去更加的思考它的橡塑胶的利用的方向。现场有超过260个单位，完整展示树泥塑胶产业的供应链，包含机械设备、原料及相关产品，同时聚焦 ESG、净零碳排、绿色能源等面向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在会场展示的最新的2款设备，分别是全电式射出机以及超短板的一个射出机。那全电射出机，我们这次展示的是这个工业用的一个眼镜，好，我们在现场会实际生产这个眼镜，然后这个一抹是40秒的时间。那这次的生产设备呢，跟传统设备比起来，有节能跟省电的一个效果，大概可以比传统的设备节能大概有50%以上。展览为今日开始到24号，伫大台南会展中心，打造产业界上专业的展示交流空间。期间嘛安排论坛讲座，帮助厂商把握市场趋势。民众参观拍卡，也可以当抽 iPhone 15，大家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